看嘛是上新的消息，轻度风台利基马昨已经形成，预估伊扫过咱台湾附近的几率有较悬，强度嘛有可能会变做中度风台。那为咱台湾来，其中拜四、拜五上挖咱北部，也有东北部，咱做伙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 今年第9号利奇马台风，今天早上是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这个位置。那预计未来会先缓慢朝西北方移动，那预估未来就是朝琉球到台湾的这个方向在移动。那因为它所在的环境其实目前是比较属于导引气流微弱的一个环境，因此现在最新的资料对它的未来走向的预估分歧度还是比较偏大一点。那因此呢，它整个路径比较明确的状态，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那气象局不排除利奇马台风在未来可能会有威胁台湾的这个可能性。威胁台湾的可能性是说什么时候最近，然后它有可能会变成中台吗？还是更强的？好。 那以现在整个环境资料来预估，利奇马台风它是有持续增强，那有机会到中度台风的这样一个潜力。那以整个路径跟它的速度资料来预估的话，目前评估利奇马台风对台湾影响比较明显的时间，可能就会落在8月8号到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4到礼拜6的这段时间之内。所以目前是整个高压形势是有改变，还是有增强，还是减弱？对，然后到时候的话，整个外围环流会不会有可能笼罩整个北台湾呢？好。那以它现在所在的一个环境场来说，它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季风低压槽内。那它未来会先往比较西北方的这个方向移动。那未来几天内，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如果在它的东方，因为目前还有另外一个低压环流存在，如果它东方这个低压环流未来有增强的情形的话，那利奇马台风它的走向就会比较朝偏西一点，也就是比较靠近台湾的这个方向来移动。那这是我们未来这2、3天内要观察的一个重点。那以它整个接近台湾的方向来预估的话，因为它是从台湾比较偏东到东北方海面接近，因此整个环流影响台湾，最开始会先比较有影响到的区域，大概就是以台湾的北部到东北部这一带为主。那当然，在礼拜3、礼拜4以后，整个环流影响台湾的降雨分布，还有降雨的强度，都要看到时候台风的距离台湾的位置而定。